耶和华的人，亲像永远徛在被摇拽的锡安山，众山包围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，对直直到永远。请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305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，会众请起立。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地就亲像伫天里。愿日时今仔日互我，赦免阮的过犯，我也有赦免过阮的人，有得错我的对我有我的迄个歹的，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多谢用辅导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咱两个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对圣神投胎，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咱这伫全能的爸上帝外面，来也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。我信共同的教会，正道的相通，对下面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30篇，记载伫圣诗后面1053面，也就是诗篇121篇。我来客会众来引。我举头看山。我的帮助对上主来，伊袂互你跋倒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面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你是日头袂伤你。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咱三甲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你是创造的大主宰，你堪得阮大声来学乐。住伫我心灵内面的主啊，求你今日施恩，互阮相信，你用公义甲真理治理世界，
求你，互阮有信心，成就你的国甲你的义以外的需要，你拢会赏赐阮。求你，互阮无为着明仔日发怒，相信你的慈爱久长同在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注意听你借着牧师的喙对阮所讲一切的话，无得互阮受世界的扰乱来迷失，直到听袂着你的声。主啊，阮要为着仰望你的人，甲伫礼拜中学习你性命的人祈祷。无论因敬拜的方式怎样，求主用仁爱来接纳因谦卑的求祷甲学习，佮赏赐永远的活命。这是阮要为着书记的活动来祈祷。8月初8到8月初10有青少年团契台南生活营。8月21到8月23有主日学夏令营。8月22有敬拜团甲主日学合办的福音茶会。求主赐阮能力、气力、勇气、疼心甲智慧。每一工事工，伫阮的服侍中，拢有你的同在甲保守，会当得到你的活力，搁通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阮要为着教会中年老的长辈、身体衰烂的人、病痛中的人，恳求主亲自安慰、医治甲看顾。阮也要为着出外的人，无论是工作、当兵、求学、旅游，恳求主每时每刻拢甲因同在。阮也要为着台湾即块土地的百姓祈祷，恳求全能的上帝亲自掌权，使阮平安过日。愿阮所有的求祷，求上帝欢喜接纳。阮安尼恳求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赞美正雅音合唱团，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《溪边的树》。
感谢雅音的献诗，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诗篇36篇69、90。你的义亲像极悬的山，你的判断是亲像深渊。耶和华，人甲精生，你拢保护因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？世间人秘伫你实骨的底荫下，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，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，伫你的光，阮要看见光。讲道请杜牧师，伊的题目是《光之旅人》，请大家恭敬来听。对，亚这大家平安。我毋知影咱大多有看到咱的妇女亚因斯班咧起来的楼梯，要落去楼梯的时阵，会感受到哇，真正大家年纪大，啊要爬一个楼梯落一个楼梯，拢会互相来扶持。但是即款的互相扶持，其实看起来足窝心的、足甘心的。但是嘛，提醒咱，不管是家己厝里，还是来教会，真正嘛是小心，因为今仔日透早真侪人拢咧问讲，啊，咱咧甘肃思汗咧，咱咧甘肃思汗咧。伊昨下暗还阁伫教会咧无用出、无用入的时阵，对教会行出去，啊无小心，就对咱教会迄个楼梯吼，要出去的楼梯，对第一站直接摔到上尾迄站去。啊，所以昨咱陈哥甲牧师娘有陪伊去马街做急诊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就只好爱请假。啊，只是请假归请假，今仔透早听讲抑阁咧甲师母来去咧讲一寡教会安那，可能嘛是袂放心吧。哦，所以咱出入的平安，其实毋是咱家己的福气尔，嘛是一定是咱的子孙仔会欢喜、快乐甲安心。哦，所以咱离即个世界的路站来讲实在话，真正足侪无共款的代志，随时拢有可能会发生。所以咱彼此的扶持、彼此的鼓励、照顾非常重要。包括讲，伫过去一年中间，我甲慈云师母已经甲咱做伙一冬啊。伫即一年的中间，会当看到咱的兄弟真正真幸福。三不五时，拢会当组织一寡旅游，不管是夫妻也好，还是规家伙也好，拢会当伫国内国外的旅游。甚至6月份的时阵，就开始有兄弟甲我讲，牧师啊，过来吼，有2、3个月时间，你袂看到我。啊，2、3个月啊，你要创啥？结果每一个拢同款的原因，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做兵。即个做兵无迄落2、3个月啊，拢同款，因为子孙仔有可能是伫美国，有可能是伫加拿大倒位。啊，因要去甲因的子孙仔相斗阵，讲起来就是避暑啦吼，暑假的暑避暑，因为咱台湾真正是热天一到足热的。啊，2、3个月，2、3个月，哦，所以9月份、10月份就会转来啊吼。对，因为阮会对美国、加拿大倒来避寒，所以咱会当看到，不管咱是啥物款的原因出外，一定拢有咱的目的地的。探亲也好，旅游也好，想要去咱想要去的所在佚佗，食好食的食物，享受无共款的国家的即款的文化也好，这拢是咱会毋茫讲有机会出去旅游的原因啦。但是顶礼拜有印象无？顶礼拜的经文甲咱讲到，主要所讲咱离世界还佫有一个身份，迄个身份叫做啥？叫做啥？光甲盐，你加一项盐哦，顶礼拜无盐哦。光甲盐是咱圣经一直咧甲咱讲的，无毋对。哦，但是顶礼拜的经文是咧讲，咱有一个身份叫做世界的光啦。所以咱不只是人生在世，亲像是一个旅途尔，咱是需要做这个世界的光。所以咱对一出世懵懵懂懂，啥物代志拢毋知，到咱会想要追求信仰，想要认捌上帝，咱是亲像一个是找光的人。但是咱毋通只是超找尔，咱期待讲咱会当做伙来发光。
所以对一个找光的人，甲变做一个发光的人，其实这是咱的一生中间，咱毋茫讲会当不断来明捌咱的爸上帝，伫咱的信仰的路程，咱会当不断来追求。所以这款不断学习、不断经历的过程，会成做咱人生中间非常宝贵的经验。其实举一个例，上简单的就是讲，咱每一个礼拜日拢亲手主日，而且3甲做礼拜。3甲做礼拜，你会带着什么款的心，想要坐伫遮做礼拜？今仔透早，你的心情是安那？系啊，个礼拜日啦，爱去做礼拜，无去歹势。系啊，互摆着服侍，无去袂使。啊，是你真正会带着足欢喜的心来，会当敬拜上帝，来会当看到遮侪兄弟姊妹做伙伫遮开讲也好，食饭也好，关心也好。所以到底你是带着什么款的期待来到你遮？但是有当时啊，真可惜，迄款的可惜，伫过去这1年的中间，有机会甲咱北中一寡牧师做伙咧开讲讨论的时阵，拢有一个感慨啊。这个感慨就是感觉足可惜，就是讲，那像咱遮附近的一寡教会，拢有一寡类似的状况。咱的同工，咱的服侍者，甲安排着服侍会来做礼拜，无安排着服侍就无来啊。这款的可惜，就哪像讲，有当时咱做伙三甲伫遮的时阵，不只是一个做礼拜走流程，咱会当伫遮彼此拍招呼，彼此关心最近咱的状况安那，甚至有当时嘛会当彼此带导。所以这是一个足无简单的，就亲像讲，咱有几位，比如讲，可能年纪甲长辈啊，骹甲无法度的，伫遮咧行的时阵，甲无迄个年纪甲少年一丝啊，行动较好的，甲因扶一下。我想有当时看到因安尼爬上抬起来，我嘛会烦恼。所以咱嘛看会到，咱的妇女也好，咱的乡年团契也好，需要一寡搁较少年的袂使讲少年长辈啦吼，咱的兄弟。你也愿意来加入妇女团契、加入乡里团契，迄嘛是一个足好伫遐甲因服侍的机会。过去我的教会捌有人迄个55岁哦，55岁就想要去乡里团契哦。是安那因55岁就足想要去乡里团契，因为因看到这是大人年纪渐渐大，嘛需要有一寡少年的来甲因服务啊，所以因赶紧想要去乡里团契啊。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咱大家互相斗阵。款服侍人、服侍上帝的工啊，就亲像今年咱有祈祷会，祈祷会一开始的时阵，我有看到咱小文执事来参加，迄阵我甲师母足欢喜的。小文执事、小文执事足够弹琴的，啊无你来帮忙弹琴，咱做伙来唱歌敬拜好无？吼，迄个小文执事果然是内行的。平常时吼，伫教会内面，圣乐小组的组长也好，司琴服侍也好，指挥服侍也好，伊已经做足侪音乐方面的服侍啊。来到祈祷会了，伊想要享受、领受敬拜的福乐啊。所以弹琴的代志，伊就无来做啊。伊想要参与伫咱的敬拜娱乐的中间安尼。所以我讲伊内行的就是安尼啊。平常时咱伫遐无用服侍人、服侍上帝，但是咱家己嘛会有机会去领受、享受别人对咱的服侍。因为安尼，咱彼此服侍，咱才有法度成做彼此的光啊。所以大多咧讲一寡牧者的感觉足可惜的，就是有当时有服侍，你来咧做礼拜，无服侍就无来啊。安尼你就减少迄款领受人服侍、享受人服侍的快乐啊。特别是我毋知讲，咱会感觉奇怪无？就是讲，比如讲，咱是一团要行往天国的旅游团，结果咱这个旅游团内底常常拢有一群人，忽然之间就出现，忽然之间就无去。即款忽然之间就出现，忽然之间就无去，我毋知你会感觉奇怪无？但是当咱每一遍做伙来参加主日的礼拜，当咱做伙参与伫对上帝的敬拜，参与伫咱彼此的服侍的中间，其实参与着礼拜，参与着做伙伫遮做礼拜，迄就是敬拜。当咱参与伫这个礼拜中，
就算做你只是参与尔尔，坐里仔尔尔，其实咱嘛是彼此咧服侍。当咱参与伫礼拜中间的时阵，其实咱就是咧尊叹上帝的话，咱就已经咧彼此做伙想要经历上帝的同在啊。所以咱会当对一款的旅程，对一款的经历经过，咱会当对一个想要明白上帝的人，咱会当成做一个基督的门徒。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真正需要彼此的关心、彼此的带导、彼此的鼓励，成做彼此的光啊。所以服侍不只是在完成这个任务，服侍不只是伫台仔顶的表演。所以，毋是有服侍才来做礼拜，无安排着服侍就无来，安尼是真正足可惜的事。就亲像咱拄仔咧讲，光之旅人，伫光明中的旅途的人，其实旅客、旅人这个词，不管是伫咱的文学顶面，伫咱的想象顶面，伊拢是一个足奇妙的词。这个奇妙的词，就是咧讲，不只是咱是人生如旅客安尼尔尔。若是按照顶礼拜的经文甲咱讲，咱抑阁是有一个身份叫做世界的光。若是安尼，咱这个人生的旅途，就不只是一个旅游尔尔，不只是一个经过人生安尼尔尔。因为人生出游绝对无可能是漫无目的四处流窜，迄无叫做旅游。旅游嘛无可能讲只是xuất發伫咱艰难困难的环境中，安那去生活落来，安尼尔尔。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咧，甲咱讲，咱有一个属灵的身份甲定位，迄叫做世界的光。所以甲准安尼来讲。什么是光之旅人？咱要安怎做一个带着光的人？甚至讲较紧的，咱若讲咱是基督徒的时，当咱称呼咱家己是基督徒的时，应该咱是已经拄着生命大光的人才对。来，咱拄仔经文，咱搁做伙来读一遍。你的字亲像极悬的山。你的判断是亲像青烟，耶和华啊，人甲精生，你拢保护因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？世间人秘伫你七国的地因下，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米得到饱足，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。伫你的光，阮要看见光；在伫上帝的光，咱要看见光。你的厝，伫中文和合版翻译做神的殿。好米得到饱足，迄个快乐的河水，快乐翻译做乐河啊。其实当咱咧看这段经文同款，对你来讲，你家己有啥物感觉？有啥物领受无？对我来讲，这咧甲咱讲到上帝国的法则、神国的法则，甲世界的法则是完全无共的。世界的法则咧甲咱讲的是投资报酬率，世界的法则咧甲咱讲对咱有利益的事，咱才逐个人开时间、开钱去做。但是若是安尼，咱看到对初代教会开始，一直到现代，最无共款的教会。若是咱遵照这个世界甲咱讲的，做啥物代志都爱讲求投资报酬率，讲求效率，讲求对咱有利益，咱才去做。若是安尼有钱，咱就家己开就好啊嘛。咱做遐济社会服务、社会关怀工是要创啥？就亲像咱家己教会有钱，咱就家己开就好啊嘛。咱用遐尼济钱源、遐济精神，要去做社区班，要去做幼儿班，要去做咱们各种的社团。甚至是安那暑假，咱爱开遐侪时间去做联合的底选队咧。原因真简单，因为咱要遵照的是上帝国的法则。我们不是根据世界的法则去做，咱是根据上帝国的法则去做啊。
所以社会牧师伫台湾的中部，人知影伊的身份叫做社会医师。社会牧师伊不但捌做甲埔里基督教病院的院长，同时伊嘛做莅林基督教病院的院长。伊不只是伫南投、中华两边走来走去尔，只要这两边有电话来、有需要的时阵，就算做一半暝啊，伊犹原起床驶车去服务这两边的人。就是因为安尼走，看到有需要的所在，伊就甘愿去。所以有人咧甲讲，身躯健康要紧啊，你家己身体健康要紧啊，唔通安尼戆做。但是社会牧师讲的，就是甘愿做戆人。结果就是有一遍，伊临时接到电话，赶紧要出去替病人看病。家己咧驶车的时阵，有可能因为伤忝，大家己驶甲去弄着树仔来过身。何必安尼咧？这也伫世间人来看，毋是公吗？就亲像摩西就好啊，做伊埃及王子就好啊，积什么功耗什么义。摩西伫遐积功耗义，因为安尼失手来害死人，换来结果就是爱家己逃走，逃闪去旷野，伫遐40冬久。安尼有讲无？亚利米就做伊一个读册人就好啊，伊就好啊读伊的册，去做一个人尊敬的文学士，安尼就好啊。何必无代志要去做一个传达上帝的话，去做一个先知？结果所传达上帝的话，去惹着国王无欢喜，惹着一寡达官显贵、祭司头的无欢喜，一个去互关，一个去互追杀，安尼有讲无？同款啊，咱咧讲的早期来甲咱台湾的宣教师、遐个牧师，大家拢是博士，大家拢是医生的身份甲学历，恁家己的国家吃香喝辣的不好吗？是安那因的母会、因的财会，就爱开遐尼济钱，甲因一批搁一批送来台湾。伫迄阵相对生活水准落后的台湾来托付因的，结果来宣教师伫台湾互拍的有，互破屎的有，厝互烧的有，甚至还佫有宣教师来台湾路上的船顶，还袂到台湾就一定病死啊，破病死啊！来到台湾嘛，因为台湾迄阵的生活环境无好，伫台湾破病死的嘛拢有。所以这个宣教师才会开遐济金钱支撑来到台湾传福音的母会、财会，有讲无？若是咱要用这个世界讲求投资报酬率，做对家己有利益的事，即款的价值去看，遮的人拢总是戆人啊！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，顺服上帝的话去做的人，是行伫光明中的人啊。顺趁上帝的话去做的人，是行伫光明中的人啊。因为今仔日经文甲咱讲着几项事，咱行伫光明中，咱的根基是定根是伫上帝的阴光顶面。但是这个中间会有关山，嘛会有青烟。当咱顺利的时阵，当咱有阳光的时阵，当咱有好的社会地位的时阵，有可能迄是咱真顺人生的关山的时阵。但是咱嘛有咱家己软弱的时阵，有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拄着艰难的时阵，有咱处理迄款的深渊、低谷、幽谷的时阵。但是伫关山的时阵，咱会当知影，人的恶路一直来。但是当咱有困难的时阵，需要咱帮忙的时阵，有可能人走会走，逃会逃，闪会闪。若是安尼，是安那伫迄款的人生低谷，会有上帝阳光甲咱送到地底。因为对经文来讲，伊咧甲咱传达的是一个上帝阳光的模样。迄个模样就是讲，当咱伫关山的时，逐项代志拢顺利，甚至人拢咧甲你学乐的时阵，咱毋通忘记上帝的公义。所以代表王讲，上帝的公义亲像关山，是安那亲像关山。因为伫迄必来文，伫迄必来文化的中间，伊必来的文化甲咱讲，高山耸立于天地之间，那个是不可动摇的威严。
这是上帝的公义啊！啊，无咱咧看这个世界，一寡是非对错，一款的价值观常常咧改变，甚至伫咱所活的这个社会，有权有势的人，因咧讲的话，人看做是对的。但是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真理，毋是安尼。常常咧变的是迄款黑白解说圣经的人，常常咧变的是迄款无愿意听趁上帝的话的人。所以，当咱人生在世有好顺利的时阵，人生在世嘛有迄款可能黑暗行袂出来的时阵。但是，这个经文咧，甲咱提醒，上帝的心意常常是超越过咱目睭所看得到的环境。特别是咱的环境，依照世界甲看，战争的战争，国打国，人攻打人。伫咱环境中间，常常为着咱家己的便利，为着咱的经济发展，世界拢是污染，世界拢充满着化学的环境。但是这个经文甲咱讲，上帝疼人，嘛疼精神；上帝眷顾人，嘛眷顾遮的动物。所以咱就通知，咱不管时，咱拢会当对上帝遐忠心得到快乐。但是若是安尼，既然咱嘛有咱困难的时、忧伤的时、失望的时，所以这个经文咧，甲咱提醒，人既然伫世间有困难，会拄着风雨、有忝的时阵，安尼。咱要重新得力，迄个安息要对倒来，就亲像进前慈云师母带迄个团宣队出去8天，逐工就是7点半到下暗9点半，透早佫出来爱提早起来准备早顿，暗时9点半结束了后，还佫有同工会爱讨论一寡事工，所以安尼8天倒来了后，过来迄一礼拜伫厝里，真忝哦，是啊。本来拢足早就起床，会有法度困到比我较晚起来。有当时伊中昼没好困，但是伊倒来迄一礼拜中昼嘛必须爱好困啊。无想着讲家己是几岁人，佫安尼撞。所以咱无用的时阵、忝的时阵，需要安息啊。所以伫遮咧甲咱讲的，就是当咱忝的时阵、无用的时阵，咱会当倒转来上帝。十个的知因下面来休困啊！所以这个经文嘛，咧甲咱讲，上帝阳光不只是什么公义大光尔，上帝阳光嘛包括迄个怜悯，包括迄个慈爱。这个慈爱伫迄必来文真好，伊咧讲的是迄个因无改变，因未改变，是迄个是欲是慈爱，坚定的疼。随时咱拢会当倒转来啊！随时咱拢会当倒转来。所以伫遮嘛咧甲咱讲一个属灵的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咧甲咱讲，人也要为着上帝来发光。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想要发光，咱就要学会晓安息伫上帝赐顾的指引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只靠着我们自己的热情跟血气去为神发光。咱若只有靠着咱的才能，靠着咱的才调，真紧咱就会蒙 out， 真紧就会烧甲无去，真紧咱嘛有可能会感觉服侍真忝。但是这个经文咧甲咱讲，咱就会晓避离上帝膝下面，伫遐上帝的光、上帝的慈爱要甲咱三个伫地啊！前几工。咱教会有一个兄弟，接到伊的朋友敲好伊的电话，伊的朋友就是咧讲工作顶面的困难，互伊足想要换工作的，厝邻居有一寡状况，所以咱这个兄弟忽然想着甲讲，安尼你会使去找阮教会的师母啊，咱教会的师母。所以后来伊迄个朋友真正有甲慈云师母联络，所以顶礼拜2会知影，顶礼拜2会知影吧。就来咱教会找师母伫遐聊一聊。后来接近中昼的时阵，我有看到迄个朋友真欢喜快乐来离开咱教会。
有可能回去了后，这个朋友嘛有甲咱的兄弟讲吧，所以咱这个兄弟听到了后，说换伊打电话来找师母，师母我也要，你要什么？晚上换我来找你聊。其实这就是咱所咧讲的，一个鼓励也好，一个关心也好，一个带祷祈祷也好，一个邀请就好。其实有当时啊，咱就是在做彼此的光啊。所以咱家己嘛会晓安息，倚靠伫上帝实过的指引下面，安尼咱才有法度，伫咱的信仰、伫咱的相信、伫咱的倚靠的下面，咱会当重新得到力量，踏入这个世界。所以若是安尼，咱嘛爱知影有一个状况，这个状况咧，甲咱讲的就是能量，这个力量要对倒来。中文好学班讲的是乐和，讲的是非干中的荣光供应。这个乐和非干中的光供应，讲到的上帝的殿、上帝的乐和啊，上帝的殿是啥物？基督的教会，乐和咧。这个乐伫希伯来文的原文的中间，其实是对伊甸迄个字来。伊甸咱知影，迄就是乐园的意思。所以上帝所想事的乐和，是要亲像对爱甸乐园所流落来迄款源源不绝的喜乐的河流啊。所以教会应该是咱属灵的家，是咱会当安息的水边。属伫上帝的人，应该会当伫无同款的环境的中间。因为上帝所想事这款对爱甸乐园来这款属天源源不断的喜乐，咱会当安稳徛在，才对啊。所以真正来讲，咱年纪的哪来哪年长，这是事实；咱的身体健康的哪来哪衰退，这是事实。甚至当咱坐伫遮的时阵，咱的中间的兄弟姊妹，可能有人身体就是无健康，特别是爱看医生。就亲像顶礼拜我伫马街的时阵，有人甲我叫，我一看，哇，佫是咱的兄弟。所以去马街病院嘛会当拄着咱的兄弟伫遐咧做复健，伫遐咧看病等等。所以咱的身体衰老，咱身躯顶有病痛，咱的工作顶面有压力，咱的生活顶面可能会出现侪无同款的困难，这拢是事实。但是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咱更加需要倒转来教会，安息伫上帝下面。咱更加需要倒转来教会，不管你参加团契也好，参加社区班也好，咱伫遐互相来成做彼此的光啊。所以社区班有流行一句话叫做化疗，什么意思？化疗哪个化？说话的话是。当咱三个做伙，有一寡气吐一下，有一寡安慰咱彼此鼓励一下，迄就是化疗啊。所以当咱倒转来上帝的厝、上帝的殿，倒转来家己遮的时阵，咱倒遮安息。所以同款啊，有当时看到兄弟来到遮了，哦，迄有当时甲我无关系哦，我拄徛起来要讲道尔，已经看到有人咧困啊。但是会当伫遮好好啊困一下，安尼有好无？真好哦，真好哦！所以倒转来甲咱属灵的家，你会当放轻松，会当伫遮困去，安息，真好哦。所以咱就知，这就是咱重新得力的来源嘛。所以咱重新得力了后，唔通只是咱家己得力有力量就好。所以顶礼拜主要所咧甲咱讲的，咱就是世界的光，因为咱爱做一个光的载体，咱爱做一个光的反射者。同款，主耶稣甲咱讲的，就是咱爱做世上的光。若是安尼，这毋是目的哦，这毋是目的哦，只是因为可能有咱的好的行为，咱诚做世间的光，人就作自然，因为安尼看到上帝，认捌到上帝，看到上帝的光。所以我们要靠着是神的公义，这样子的高山立足。我们要在神的慈爱这样子的翅膀下安息。我们要靠着神所赏赐源源不断这种喜乐的水，我们得胜了。所以，现在咱三个组织的时阵，不是互相取暖，咱三个组织是为着咱要做伙成做一个大光，咱的教会要伫咱的社会内面做一个光啊。
所以世间人看摩西这款的模样做戆呆，但是伊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人。就算做伊逃走去甲旷野40年，但是伫遐操练，上帝交托伊大使命，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。所以世间人看做戆的摩西，伊其实是上帝所喜爱的人啊。就亲像咱拄咧讲到早期来甲咱台湾的宣教士，因若留离因家己的国家，到离因家己的故乡，吃香喝辣的生活是安那毋好。但是当因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不只是甲福音带来台湾，伊佫甲迄个年代上先进的医疗、科学、教育、福利制度等等带入咱台湾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拢享受到因的努力啊！所以因毋是戆人，因是上帝所喜爱的人啊！主耶稣佫较是安尼啊！迄一暝要受掠，要定十字架，伊拢知。伊会当选择逃走啊！但是伊的选择是，伊要用迄个年代、迄个时代的人所会当了解、所会当知影的方式献祭。伊要用即款的方式，互迄个年代的人会当了解，即款献上家己做祭的方式，家己经过孤单，家己经过迄款的受逼迫的状况，经过受定时的痛苦，甚至家己经验死亡的。所以，这段经文咧，甲咱讲，我们要在神的翅膀荫下安息。但是，咱会当看到，十字架顶的耶稣，当伊踢开伊的双手的时阵，黑马咧标明讲，我们也可以进入主耶稣的膀臂之下，让他来遮盖我们。所以，当主耶稣对各我迄一个透早。死亡的黑暗已经互伊拍碎，所以对咱讲，咱是世界的光，军队伊的，咱就袂伫黑暗内面行。因为迄段路伊捌行过，所以甲咱讲的就是军队伊，咱的性命就要得到光。所以今仔日，不管是你，不管是我，咱拢是上帝所呼召要行即个光的路途的人啊。所以当咱离开教会，倒转去咱所徛起的所在。咱同款的面对社会遐复杂人际关系甲压力，但是请咱会记，咱是光之旅人，咱要伫迄个工作的所在，伫咱徛起的所在，在那里彰显神的公义跟诚实啊！当咱倒转去咱的家庭的时阵，咱顶礼拜有讲，倒去家庭的时阵，迄个餐桌、迄个客厅的桌，就是咱的圣餐桌啊！有当时啊，伫咱的家庭中间，有可能有一寡冲突。咱家己也好，还是咱厝里的亲人也好，有可能嘛有身心疲惫的时阵。所以，请咱会记，咱是光之旅人，伫遐咱嘛要展开，亲像主耶稣的双手，甲因接纳，甲因压榨。有当时啊，咱嘛感觉讲真侪无共款的代志，做无赖的，甚至咱的忧愁。有当时啊，咱也看到咱的社会，甚至愈看愈惊吓，食一个物件内面有毒，咱的囡仔去到学校会互虐待、互拍、互刣。走对这个社会，什么所在才是真正安稳和平的所在？但是请会记，我们是光之旅人，在咱内面应该爱有属伫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平安甲喜乐。咱来将这款的平安、喜乐，甚至毋忘带到咱身边的人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每一个邀请人来教会，邀请来团契，邀请来社区班，甚至邀请来读咱的幼儿园，拢同款。每一个对人的邀请、介绍，拢是要毋忘上帝国来到咱的中间。就亲像昨幼儿园会知影有一个毕业典礼，毕业典礼结束了。遐囡仔无想要离开，遐做家长的无想要离开。而遐有爸爸妈妈一直甲咱说多谢，一直甲咱说多谢。因讲经来经去，经啊遐尼侪幼儿园，伊看到有迄款设备足好的，场所足快的。但是伊愿意选咱的幼儿园的原因，是因为讲咱小儿温馨可爱，因相信因的囡仔伫遮有受到咱幼儿园的老师足好的款待。
有迄个对台中来阿公阿嬷，遐台中来阿公阿嬷讲，真感谢，因为伊感觉足甘心的。迄款的甘心是安怎甘心？看到咱的场所，哦，原来阮孙仔读的幼儿园遮细间，原来阮孙仔读的幼儿园人数遮细。伊咧讲的原因是因为讲，看到咱的场所，看到咱的人数了，伊知影一样事。咱办幼儿园一定袂趁钱。你啊咧甲因提出邀请，讲毋通互恁的囡仔离开了后，咱就从此不相往来。因若欢喜的话，因若有法度的话，这个囡仔嘛当继续来咱的主日学。去年伊嘛参与过咱12月24号下暗要报佳音。今年因若欢喜愿意时间会使，嘛欢迎因佫倒转来。所以尾仔有一个阿嬷走来甲我问讲：啊，恁主日学咧创啥？听了了后，伊讲好，虽讲阮囝、阮新妇足无用的，但是我来甲因讲看卖一个，讲看有法度叫因带囡仔来咱的主日学无？其实以后的代志咱拢毋知，以后的代志咱拢毋知。就亲像遐的宣教师坐伫船顶要咱台湾的时阵，死伫船顶，但是当因安尼一批。佫一批的宣教师来到咱的中间，因毋捌看见咱进台湾的教会安怎发展，因毋知影讲因甘批一批佫一批的宣教师将遐科技、遐医疗、遐教育带来到咱的台湾的时阵，对咱有偌大的帮衬。所以每一遍咱的邀请。拢是咧宣誓，上帝国会来临。就算做咱的力量无够，只要咱愿意，只要咱愿意，咱手所做的工，咱身边的人看会到，咱身边的人看会到，咱所发出的光，就是咧宣誓。上帝国要伫咱的中间啊！三个你祈祷。爸爸，阮上帝，阮真正恳求你，会当伫阮每一天的生命中间，你来加做阮的力量，加做阮的帮助。不管阮有时，阮的生活、阮的工作顶面，甚至有当时伫阮的家庭中间，会拄到真侪无共款的艰难、压力，甚至身躯会痛痛。但是阮知。阮就是独独追求你，阮就是独独活靠你。愿阮每一天拢有对你来所享受阮的光强、平安甲喜乐。搁在这边，阮伫你的面头前，要献上阮的感恩的祈祷。安尼感谢，拢常靠着阮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要用圣诗532首，我认救主无惊见笑。来回应今仔日所领受的信息，会众请起立。
请坐。是咱要来奉献，请叶弘一执事、陈振宇执事书献。会将请起立。会长请坐。即条我来报告教会消息。第一，本会社区班开始招生，邀请兄弟介绍予亲人朋友厝边。礼拜后，请老婆互相请安，交陪享受爱餐。第二，8月初1拜六上午有厂商来做环境室内外的消毒，请兄弟撇开这个时间来教会。第三，8月份开始，教会安排1月的中集穿浅蓝色的夹，伫礼拜前后伫1楼接待新人。兄弟若有带亲友来时，请主动介绍予1月中集，通伫礼拜报告的时阵会用欢迎因。告解消息：中心教会要伫今仔日下晡3点举行林文良牧师进前退休感恩礼拜。第2点，总会高龄关怀事工小组8月14到8月15 2天，伫本会举办时光彩画斗答4名故事讲师的培训吼，一个人800块，请伫线顶报名。大岛事项，请大家过目。奉献内容若有错误，请甲办公室更正。我来补充2项报告一下。第一项报告就是大已经有报告过的第1点，咱的社区班开始咧招生。我毋知影讲你住的大楼是毋是有可能保全甲紧密，还是安那？但是我所住的博物馆最近常常接到的就是，比如讲中正区的社区大学宣传单、大安区社区大学宣传单，甚至前几天佫收到其他教会社区班的宣传单。但是我毋知影咱的社区班有迄个宣传费用无啦吼？看别间教会宣传甲对咱遮来，别区拢宣传对咱遮来。所以我咧讲的就是讲，咱社区班已经开始招生，伫咱楼骹有几张迄款彩色影印的宣传单，咱若讲有对象会当去
报的话吼，会当到介绍。甚至我毋知影讲，咱的兄弟讲拢有伫咱教会内的光内内面无，甲伫管内的内面，应该昨嘛已经收到这个社区班的招生的宣传，甲会使真正拜托大家，你用你有法度的方式，不管是去甲宣传单摕互你熟悉的厝边，还是你将这个电子档佮继续传互其他的人知影。咱用即款比较甲无啥物成本的方式，会当甲伊传出去，互愈侪人知影咱有社区班。佮第二点咧补充报告，就是咱有看到第三点咧讲，咱会安排职业中职，伊每一个礼拜日的早起是会穿着迄个浅蓝色的背心，徛伫一楼，甚至有可能匡瑞指示因遮会去做一个邀请吼，看是毋是各个团体有机会。是毋是有人会买当来到交代无？哦，因为主要就是咧讲前一站就发生过讲，有人来甲第一堂的礼拜，咱看到，因为第一堂礼拜人较少，咱看到哦，就甲紧甲交代，带落去地下室，食一个聊天，一个咖啡开讲一下。哦，尾牧师娘甲带落去了，恁知识嘛来斗相共。但是迄阵才知影讲，原来伊已经来过咱2遍第2场的礼拜，就安安静静的来，安安静静的离开，咱拢无人发现。尾也是去到第一场礼拜人少，甲去互咱掠着吼。但是安尼较可惜啦，较可惜，人来甲咱的中间，咱拢无人发现是一个足歹势的事。所以咱甲准讲真正来的时阵，有发现着讲边仔有人徛，有人坐着你毋捌发现的人，很陌生的朋友的话，检查你会当甲中职通知一下，还是讲是你家己带来的亲友第一道来甲咱教会的时阵。你嘛会当甲咱的职业的中职甲伊报一下，互咱的师会知影，咱会当伫咱的礼拜中甲因欢迎。所以这个部分补充报告，互咱知影。所以恁若后礼拜开始看到，总是有2个人穿一个蓝色背心带遐，你得爱知影伊的功用就是安尼来。以上补充。就是咱来吟平安礼歌，咱拢诚做一家人，请起立。
拜金上营圣诗396首，396首，搭要散会求主赐福。无事祝祷，愿被上帝赐福咱，佮保护咱；愿被上帝予伊的面的光照咱，佮施恩予咱，保守咱以及咱的亲人有永远的平安，对一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，列岛闭会。